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张伟明，先来恭喜着咱的这国产疫苗可能这个解放成功有望伫咧10月4来遮申请着这个紧急授权另外，伊嘛要进行着这个后面有一寡这个第3期的这个临床试验这个部分真正是真好的这个消息啦但是咱来看到讲这个小连续4天拢是200多例疫情有影小可咧降但是这个幅度无真明显另外咱嘛讲到263例，这个本土案例是今日新增加，新北市112例台北市伫遮是58例。咱看到讲，这个双北市拢咧降，但是苗栗这个火又搁倒起来的款咱看到苗栗县即阵是43例啦企业快速体检这卡步悠然咧继续。另外，咱嘛看到讲为着要找出着社区内这个病例，但是中公布就讲社区公态的这个4大策略啦包含着设立社区的这个体检站也好。这个协助企业诊所来自主快速体检，另外咧，嘛要鼓励厂商跟引进上厝内会当快速体检的这个包啦咱讲真正爱把这个病毒给揪出来。另外，咱要结束掉这个歹剃头的疫情，终其尾就是爱靠疫苗首先，咱就讲说大家上关心的这个 Top One。头仔，咱已经恭喜到这个国产疫苗这个高端家解封成功了但是咱看到讲小数针对这个安全性和这个免疫生成的这个标准，尤其是这个免疫生成这个部分紧急授权 EUA 是这个上基本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标准。另外，伊讲这个中和抗体效价嘛袂当比 AZ 这支更较低啦所以咱看到讲今日公布的这个中和抗体这个量保护力是无公布的咱等下好好请教所有的这个专家。所以另外，咱讲到这个解盲的这个结果啦大家有影来关心。另外，咱要讲到就是讲今仔日的这个 Top 2， 国际上咱讲疫苗拢咧欠，牵涉到公平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咱 Top 2就是讲台北市这个好心肝诊所投注千外重的这疫苗，到底有按照第1类、第3类这个部分来去做无？事实上，咱看这寡这个志工济拢毋是排伫第1类甲第3类这部分高等检察署嘛已经下令要来调查啦台北市长郭文定讲，即阵有6间诊所拢总有来承住啦咱要求的公平性到底伫倒位？另外，咱嘛看到讲台北市也阁有这个万外的医护人员也未住，公平性到底放伫倒？尤其咱市长嘛讲着菲律宾也好，有政治人物权贵遮拢先去住，但是和 COVAX 即咱讲的这个疫苗平台来警告真正好好来注意。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先来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要请中经医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东京病院儿童感染科主治医师黄玉成。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中山病院妇产科主治医师林静怡。阿明好，大家安。先来看到讲这指挥中心甲咱讲这个数字是啥物，先来做伙听。我们公布有263例的本土病例，3例境外移入，那总共有266例。好，那死亡的案件是28例。下礼拜开始就124万剂。好，那有相关的一些优先的对象群。好，那这是等于是1到6类，我们都直接就一次就开放了。好，那剩下第7类，那针对来造册，那我们再来审核相关的一些名单的合适性。那比较新的文件，我们在5月24号，其实我们在记者会也讲过很多次。好，双北就针对第1类到第3类好的人员来施打。好，所以重点在这次的事件里面，好，就施打的对象，好，是不是第1类到第3类的人员？我们高铁跟台铁都持续还在退票就前天来讲，高铁跟台铁合起来又减少了6000张会从6月11号的晚上9点就开始，一直施行到6月14号的24点为止所以这个会采取各个匝道口来做移控的管制。
是，先来带大家来关心到咱国产疫苗这个进度吼，这个下晡时啦吼5点的时阵，这个高端吼发表因的这个吼通过这个部分吼，紧急要去做这个食药署申请到这个 EUA 这个部分吼。另外吼申请了，咱才讲会当开放到民众来去住啦吼。但是有真侪人咧犹豫讲吼，即阵咱嘛才这个第2期尔吼，甲国外比较起来吼，即个国际大厂 Pfizer 也好啦 ，AZ 也好，因拢是这个第3期这个吼。期中报告才会当去紧急授权这个 EUA， 但是伫节目顶咱讲过足侪届，这个 WHO 有咧讨论啥 immunobridging 这款的这个概念也好啦吼，但是因有讨论也无决议。啊，即阵咱也是吼用到这个新，因为咱讲疫情伫咧台湾咧滚价啦吼，慢慢疫情控制好势，国产疫苗即阵会当到3工，伊会当到3工什么？啊，过来请教就是讲伊这个数字表现吼，先来请教何教授。这数字表现是安尼，咱即马外悬吼。看起来是袂歹，因为你若甲迄个有发病的人，啊，伊好起来了后，伊的抗体的关系吼，是袂比伊较差啦。吼，啊，但是因为这你去安怎去检查吼，你实验室安怎做，会决定伊是安怎有真侪差异啦。哦，实验室咧做也是有一寡差异。对，有差异。你看你要安怎定讲安尼偌济才算讲综合。你即马看迄个病毒吼，咧细胞内底，啊细胞安怎死，啊死偌济吼，啊迄拢有定，啊说会差。OK。所以这还佫定做佫比一下。不过咱先来看到讲吼，因公布的这个第2期临床，咱讲吼人体试验解剖的这个部分吼，因讲这个临床也是讲人体报告安全性甲耐受性良好。这是啥物大意思咧？先搁简单互解释吼。伊就是讲看你有真疲劳啦吼，啊，迄个有肌肉有酸啦吼，迄是看起来有一点较悬一点啊，但是拢毋是大代志嘛。啊，这局部的有疼的位吼，是当然是一定会疼，有注射的位会疼，啊，这嘛毋是啥物大代志，啊，剩的拢无啥物袂当忍受的迄个不良的反应安尼。所以看起来是蛮真正常的一个。OK， 真正常的一支射啦吼，所以咱继续来看讲，食药署其实甲咱公布着吼一寡这个 EUA 这个标准，咱等下好好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吼。咱讲吼，真正安全性也好，也是讲这个疗效评估的这个标准，拢袂当低过 AZ， 因为 AZ 咱讲吼，真正是台湾这支做的上济啦吼。后礼拜开始，佫要做124万人来自日本的，所以伊甲你讲简单的食药署要甲你通过，袂当低过 AZ。做这个是安尼，因为安尼讲的时阵，因为咱顶边有看到这个吼，迄个研究的这个文献吼，这就是讲已经做过对无？但是像我拄仔讲的吼，你咧检验这个中和抗体的时阵吼，迄方法有一点仔差异，所以即马爱家己吼用同款的代志，同款的方法吼，啊，咱受咱家己的人吼，然后来看伊。安尼是差偌济 ，OK， 啊，敢若爱佫比一遍啊。但是今日咱嘛讲到吼，公布的敢若即条，咱讲的这个 X 这个部分吼，这个保护力是无公布，保护力可能到第3期。保护力是爱第3期才做会到。OK。啊，但是即马恁要看吼，你看即个保护力，这拢是有EUA的迄个疫苗对无？是。所以伊看起来你有一个关系，有一个正相关。所以咱即马就爱来找一个讲，啊，看咱会当甲咱。家己的疫苗放在迄块去，啊来看讲，安尼会当变成变成多一种吼。其实老师你吼这张吼，你甲咱观众记互咱看吼。你头拄也讲到吼，伫咧这个 X 加吼，咱今日敢若看一下啦吼。啊，伊甲咱讲这个中和抗体这个部分，我念互大家听吼。这个中和抗体平均的这个效价啦吼是662啦吼，这是针对着这个吼28工了后65岁以上啦吼。另外咱看到讲20岁到这64岁啦吼，咱讲吼这个差不多是733啦吼。迄是对，733。是，咱若用这条线来去讲，敢袂当讲？袂当讲。袂当安尼讲。袂当讲，因为这有一个比较。这个智能衫是甲迄个破病了好起来人的抗体比较。咱即马要摕这个吼来甲 AZ 打过疫苗的人来做比较。哦。啊，有一个迄个，敢若讲有一个，你爱甲共款，啊，若上低位吼，袂当比伊的。就是2/3的意思，咱有一个95% 信赖区间，迄个安怎算咧？迄关关家家拢有一个分布，对无？啊，你若人愈侪时阵，你
你咧就信赖区间就较少。OK。啊，人足侪足少的时候，你就分布足悬的。所以你即马看吼，看伊迄个下面的迄个袂当比0.67吼，袂一定爱袂比伊的2/3，是，搁较低。OK。安尼才会通过。意思就是讲爱甲伊共款啦，袂使比伊较差啦。袂使比较差啦，吼，所以这个嘛是徐老师今仔日甲咱讲上大的那个大白话吼，甲你讲。就是袂当比伊较差啦吼，继续咱阁先请教这个黄医师啦吼，咱看到讲吼，哦最近啊真正是纷纷扰扰，总算会当较消头开一下吼，但是有人嘛是讲，咱头拄啊即问的吼，疑问的就是讲，咱即阵吼，这个国际拢是做过这个第3期吼，期中报告，啊即阵咱讲第2期解盲结果，啊徐老师嘛还袂通过这个 EUA， 但是伫这个关就卡关啊，国内人就讲你就是无这个照这个国际第3期期中报告来去进行，你即阵吼到第2期要来读，但是咱头拄嘛讲安全性、耐受性，伊是讲差不多 OK 哦，来黄医师安怎看？是，头拄咱已经有看到迄个记者会吼，看到那头仔何教授嘛讲到，但是即摆看起来不良反应啊，来看起来因为确实真好啊。头仔如果注意看，发烧的小于5%，哦，甲迄即马不管是 AZ 差不多20%，那莫德纳嘛是第二期时阵嘛是20%，20几%，特别30%。咱即马看到这个高端是无到5%尔，2%、3%尔，所以这发烧就感觉少去啊。啊，规身躯无爽快的情形嘛，好真济。所以看起来，这个跟咱事先预想的拢共款啊，因为这是蛋白质的次单元这种的，咱较早拢知影做过，较早做预防针、做流感疫苗，嘛是无啥物感觉啊，无发烧啊，小可局部疼一下就过去啊，甲咱预期的拢共款。所以看起来这个安全性，甲咱想的拢差不多。所以伊即摆这个结果看起来是。比目前咱即摆咧用迄种较好一丝，安全性来讲，不良反应较好。啊，即摆咱是另外希望的是，互伊效果较好，甲因共款变好啦吼。啊，何教授嘛讲到，即摆看起来是希望甲 AZ 比啦。其实内底有写到迄个甲去康复者去比，其实即摆是真好的一个比法。即摆各国拢伫比。啊，因为其他迄拢已经完成三期的，拢有效果拢出来。所以你看比如甲迄个康复过来迄患者去比时阵，共款的时阵差不多80几%的有效，看起来是80几%，迄条线来看，比起来来讲。啊，今仔日即摆咱看到咱台湾这个报告看起来，700、600左右，看起来有可能甲迄差不多。所以安尼看起来有可能不知。爱去做者，我知，迄个方法实验性的方法是无有影无唔对。标准化吼。对，标准爱共款的标准才会当安尼讲，无唔对。但是咱会当，我会当期待。啊，另外，其实咱台湾有摕到世界卫生组织，或者 WHO 内底有标准的会当做比较。所以咱不只会当甲 AZ 比，咱有标准的会当去比，甲康复者来比。所以到时会当看这个好差偌济，会当。预测吼，看咱会讲效果较倒位去。目前看起来，比我想的较好咧。我本来想的无遮好咧。有影咯，真正是。迄是偌好偌歹吼，迄药审团啦。对。咱迄个食药署的药审团会仔细的去看。真认真来去查。对，也看较清楚了啊，看伊迄有足侪细节的啦。有影，咱先来看到讲吼，这张图吼，头拄啊咱嘛讲到吼，这个 WHO 其实有效，咱去当阵的这个疫苗这个抗原吼，这个会内底是啥物呢？咱过去嘛讲到吼，这个美国这个国卫院，咱伊的这个技术吼是差不多的吼。啊，伊当阵伫咧2020年的时阵，3月就开始启动着动物的这个实验嘛吼。另外，咱迄当阵5月初5旧年啦吼，嘛甲这个 NIH 吼进行这个新冠病毒吼疫苗全球授权的这个合约。伫咧2020年8月31吼，咱看到讲。台湾卫福部则是有条件核准到1期的这人体试验吼。另外，2020年11月初3的时阵，甲越南卫生福利部吼签约这个 COVID 同款的是人体试验。伫咧12月29取到咱讲的2期的人体试验这部分，有人就讲吼，咱这拖
拖掉啦吼，啊有国际上真侪支啦吼，有 mRNA 吼，也是讲其他的这个技术，你想要经这支吼次单元吼2倍剂的这个疫苗，哇，即阵可能有一寡人爱怨册啊啦吼，通过安尼，来林秘书。今日我拄啊，因为这个消息出来，我真侪面册顶的朋友大家拢足欢喜的啦。吼，我讲啊6月4号日本迄个疫苗来，大家要啉日本的秘鲁嘛，吼。啊，今日可能要买台啤来啉啦，吼。啊，这是真大家真期待，大家甲看即摆安尼吼，伊其实讲起来，咱的疫苗的这个等个发展来讲，即摆是足紧的啦。好啊，当然咱讲美国有甲咱斗3工，技术上有甲咱斗3工，但是我相信讲这段时间国家本身，国家咱的讲厂商内底，大家才足厉害的人来拍算讲这个疫苗要个做出来吼。啊，其实在我了解，毋若讲即马咱的这个第2期的这个解盲成功啦，我看到因的资料内底，因即马搁咧做65岁以上的加剂量的一个研究，啊，另外搁因开始要做12岁至18岁，因为大家即马在看的所有的数字拢是做18岁以上的，拢还无迄18岁以下的。啊，你讲过来那疫苗开始做18岁以下是永远拢做无疫苗吗？你一定要做研究，所以其实因的研究拢要在做，要在进行啦吼。但是今仔日咱讲的第2期的这个出来了后，因为前段时间有人讲嘛，讲啊你这做迄次蛋白可能无效啦，迄个抗体优袂出来。但是今仔日因的解盲的报告内底，你看到就是，迄抗体真正优有出来。意思是啥？咱讲双盲这点的研究真重要，就是有一群人你是做咱讲的盐水啦，无感觉的啦。啊，但是你甲看哦，做盐水的嘛有0.4%会疼哦，吼。啊，但是你讲做疫苗，就看讲你的疼有比人较济无？啊，你当然会较疼，这合理。但是有做疫苗的，甲做盐水的疫苗，咱讲抗体会有得出来。啊，即摆咱当然今我看到食药署讲，你上少要甲 AZ 比啦吼。啊，我拄看想讲，啊你当然毋是感觉 AZ 无啥好啊是啥吼？但是你来看哦，迄是讲 AZ 是咱即摆大家全世界认为讲伊的抗体咱有会出来，上少基本嘛，因为咱台湾即摆内部是安尼嘛。啊，伊研究内底伊嘛去甲做 AZ 的抗体的人比嘛，因为即摆你数字拢出来啊，解盲刷了，过来你会当有搁较济研究，是咱即摆台湾有一部分的人已经 AZ 做2剂啊，有无？所以咱台湾的做2剂，甲即摆高端的伊做研究，即摆2剂做了的，因叫解盲了后的这个 data， 到时阵 AZ 做了2剂，搁会当去比因的抗体，这是第一步。啊，过来其实伫今年的这个6月份、6月9号的时，搁有另外一篇的研究，伊甚至伊去研究讲 AZ 甲咱即摆讲的这个莫德纳吼，也是 BNT， 因的辉瑞甲 BNT 的，因的抗体其实你到尾去讲一般的人做甲来，我去甲抽，那像差不多啦。所以台湾咱大家会感觉讲，啊，那像这支上好，啊，这支第2好，这支第3好，其实。迄个是研究的是，伊的数字是安尼。啊，你也看，即摆全世界，即摆大家感觉足好的即几支，拢要咧做第3期的研究。啊，高端即摆你第2期过了，会当搁开始做第3期啊。第3期开始做了，全世界的第3期，到尾啊搁比拼起来，迄个数字才是真正讲这疫苗伊的真正的效果是安怎。但是上少咱知影一点啦，解盲成功表示讲，你做即个疫苗抗体又会起来，而且这个抗体应该有机会，咱讲这个抗体应该甲 AZ 比会比一啦吼。啊 ，AZ 是即摆咱在用的抗体嘛，这个疫苗嘛，对无？过来，若讲3期，搁继续做落去，包括讲咱台湾做，啊，搁去甲其他国家做合作。我相信这对台湾咱讲真正在政治上，还是讲国际上，搁咱对咱讲科技、医学科技来讲啦，这是一个最重要一工。咱台湾终于啦吼，咱家己要做疫苗来讲，技术上有法度做会出来。啊，甚至讲当然，咱讲伫现实来讲是紧的疫苗出来，咱台湾大家民众会当做。啊，但是徛到讲，咱看台湾的，咱讲生物科技的研究，还是讲生物科技的发展来讲，咱过去是足辛苦的，因为无啥要互你钱啦。啊，国家搁细金仔尔吼，你国家的数量真少，你要做这药啊，还是讲咱做这疫苗，你要甲其他世界去比，袂好，所以无啥人要做。啊，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病，所以全球性即马真有机会。讲较白就是讲，这过来若讲这支疫苗成功，另外一支疫苗也成功，你全世界到时阵是在台湾来讲，人拢知影讲台湾伫这个生物科技来讲，咱甲人会比拼哩啊。是，有影，咱讲到吼。这支预防车，还是讲高端也好，还是未来这个联雅也好，然后其实有的人过去吼拢呛衰，啊讲真歹听的话，然后讲真济，啊但是咱看到这回高端的这个市场，咱搁继续来看吼，这个临床第2期吼超过3700个吼，甚至已经讲是差不多4000外位啦吼。另外咱讲到这个上悬的这个会所要这个。89岁拢是这个受试者啦吼，主要咱头拄讲到安全性上重要，另外就是免疫生性啦吼。另外对第1期吼有做这个45名吼受试者加1剂吼，啊，即阵要讲吼啊连续做3剂，这个部分到底
会安怎的这个部分。另外，咱看到讲6月7日吼，就是今日吼解盲成功，上紧吼按算会当伫7月吼取到 CDC 咱讲紧急授权上市啦吼。咱即阵先带大家过来看讲，这回吼这个记者会各有啥物重点，先做来看。高端这项2期临床试验于今年1月22日开始，第一位受试者施打疫苗，并于4月28日完成所有受试者第2剂疫苗接种。我们由衷感谢这4000多名受试者的参与，以及11间临床试验中心上百名试验医护人员与团队，根据主管机关的技术要求与试验设计。这项临床试验已于5月28日达到所有受试者第2剂施打疫苗后1个月，以及中位数受试者追踪2个月的期间分析条件。而受试者血清也已依照官方要求，由中研院 P3 实验室检测野毒综合抗体效价，并已完成检测。因此，5月底，临床试验中心与中研院等相关合约实验室已将期间分析所有相关原始资料，在盲信的状态下上传至第三方临床试验受托机构美商的临床试验机构 CRO 公司 Clinic Pass 进行数据汇整分析，并于今日6月10号下午1点召开由独立科学家组成的 IDMC 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进行期间分析解盲。本公司之新冠肺炎疫苗期间分析数字显示：一、安全与耐受性良好，所有受试者未出现疫苗相关严重不良反应；二、免疫生成部分，在不区分年龄组情况下，疫苗组在施打2剂后28天的血清阳转率达 99.8%， 综合抗体几何平均效价 GMT 为662， GMT 倍率比值为163倍，而20到64岁疫苗组族群血清阳转率则为 99.9%， 综合抗体几何平均效价 GMT titer 为733， GMT 倍率比值为180倍。期间分析数据合于预期，本公司将尽快将期间分析报告以及相关研发文件送交之食药署，进行 EUA 紧急授权使用审查，并尽速向欧盟 EMA 及其他国际药证主管机关咨询及申请3期临床试验。是咱头拄一直咧讲吼，国产疫苗这第2期的吼中和性的这个抗体感真正会使当作是保护性的这个指标。咱头拄嘛讲到 WHO 有咧讨论，但是无决议好。过来请教何教授啦吼，针对这款的这个疑问吼，咱安怎搁甲因回答一解？头一个，咱来做用科学的代志来看这个中和抗体吼，会当做保护还是袂使？头一个，咱来看有一种叫做治疗式的，吼，就是咱即马做一寡单株抗体出来，吼，用这来做治疗，这破病的人甲注落去，这款做出来吼。有效的吼，拢是啥物？拢是综合抗体，拢是针对着吼这个 S 蛋白里面的这个 RBD，好，这个就是这个咱这个咱抗的个抗原内底上重要的位。所以反过来讲就是讲，有保护的一定爱是这，好，当然你嘛会当点仔个辩论讲。一定是爱有中和抗体的，无一定有保护。这嘛是真的，因为有一寡中和抗体吼，伊的迄合合吼无遐好的时阵，伊保护就较无好。但是咱也知影哦，咱打过疫苗了后，咱血内底，毋是一种抗体，是真侪抗体的综合。所以无可能吼拢是款歹。所以咱即马就看，所以即马就变成来看这个高低。好，你若较悬，就保护的就机会就较大，所以咱爱对这个科学爱有信心啦。所以这阵伊落伫倒位嘛，也毋知。落伫因为看你会当去看，你就甲看这个。但是安尼，咱会感觉讲无够
严谨。OK。好，即马咱搁去做一个安尼，所以咱国家吼，咱国人做代志嘛，毋是凊凊彩彩啦，爱有科学吼，啊然后要做迄执行面嘛，是爱真小心安尼啦。所以爱知影讲，毋是凊彩做啦。毋是凊彩做吼，其实今仔日早时吼，这10点的时阵。何必向老师就伫面册头顶写一篇啦吼，因为咱讲吼，这个石油数有一寡这个标准也未出来啦吼。啊，其实石油数嘛有2张图吼，佮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吼。迄足趣味的呢，我10点囥起哩，囥起哩无1分钟，一个人甲我讲，何老师看这个，伊就我看这个，啊，石药数囥去，即嘛是共款10点囥去。是。我甲伊无关系，我是想讲奇怪，你还佫唔紧写，我就紧甲你写啊，大家因为是安怎，这爱今仔日爱出来，今仔日以前爱出来，毋是今仔日。标准伫遮，伊都要改模啊，你也袂出来安尼吼。标准爱先出来，你毋是看到伊的字数，再来讲我来定标准袂使啊。所以我紧甲你写，我想无要紧，不管咱话，咱国人就是讲有科学的即个原理，咱先甲写出来，咱先讲安尼。啊，结果伊甲我共款，啊讲的嘛一模一样。啊，佫有一项代志会使做啦。这吼，今仔日即款做法是较紧啦。是。吼，有一项代志就是讲，你即马摕到EUA了，咱就嘛会当踮台湾来拍对无？咱即马拢要来注意防下的时阵吼，咱有健保卡嘛。OK。啊，咱注啥物预防下，咱嘛拢知嘛。清清楚楚啦。啊，你即马就注了吼，你就过一个月、2个月、3个月，咱就定期来看，看讲。你注这个预防下，甲注迄个预防下，啊，你破病吼得了 COVID-19 的人吼，有差无啦吼？啊，外口无注预防下是偌济，安尼就来比啊，安尼嘛是会当个，安尼的这个 bridging 吼，就毋是中和抗体啊。OK， 安尼 bridging 就是保护起。哦，所以咱嘛还是佫有真侪机会啊，真简单的当来做，但是爱有信心。就是即阵咱会使来去先注即个咱讲吼，即个国产疫苗吼，但是伊都毋是即个 bridging 的即个概念啊，伊就是直接落去做安尼啦吼。迄是注了后，咱来做研究。OK， 来显示讲你看嘛是共款好。OK。安尼嘛会使，安尼嘛是另外一种，因为咱知影 EUA 吼，毋是正式的药证哦。OK。正式的药证是正式的药证，啊，所以你即马你资料开始收，当然迄袂当做，可能袂当做，你可能第3期要去做，还是安怎？咱来看，还是讲会搁审查，还是安怎？但是不管哪来，你就甲这资料一直收啊，你愈收就对你愈有好处啊，就咱就愈有信心讲安尼是好还是歹。国际药厂，咱看到讲吼，真正大规模来去做，才知影讲1/1000还是10万分之、100万分之。有啥物不良反应？吼，继续我请教这个黄医师。我可能想补充一下，但是我讲关于较效的问题，有效果无效果啦吼。我拢嘛是爱做第3期，啊第3期就是一组注预防针，一组注安慰剂，注其他，啊看会当降低伊减去喂着 COVID 的这个患者会当降低偌济，啊就是讲伊有效无效。啊，即摆伊头仔有宣布。即马要开始嘛，要准备要做第3期。哦，这第1点。去外国啦，去外国做。啊，第2点是讲，咱较早的预防针内底，敢有人讲做了第2期，无正经做第3期，就会当上市无？就会当去卖无？其实就有啊，吼。上明显就是即马咱今日咧做的13价的迄个肺炎链球菌，肺炎的迄个链球菌，伊当初是7价出来尔，啊13价要出来时阵，因为7价效果伤好去啊，要囡仔。无一组，搁要来看一组注13价，一组无注，安尼对即个囡仔去喂着，再来看讲伊有效，安尼实在是无道理啦吼，无医学伦理。所以当初就是用比较迄个疫苗的效果，差偌济，所以比较会使时阵，世界卫生组织就同意伊讲伊甲伊共款有效的效果，所以免搁做第3期的临床试用。OK， 所以咱即摆嘛是要用这个方法来比较，咱不管甲 AZ 比啦，还是甲有过喂着人啦，还是甲莫德纳比拢嘛紧，比起来看伊甲偌济，哎，当是毋是安尼就是甲桥接过，讲伊甲大概甲有共款的意思。啊，过来头到何老师嘛讲的，其实迄种就是，先互伊摕到 EUA， 互伊使用了后，咱台湾开始做了后会当。或者上市了后，佮做个研究看有较效，或者第4期的，迄就算直接做第4期的。上市了后，佮去
看伊有效无效的时阵，就是有的人有做，有的人无做，到时才去比，这人有去画着无？是，嘛当看。OK。啊，这个是第4期。第4期。好，所以即马咱即要看了以色列报告出来，讲伊资料好偌好，迄个是第4期的。OK。近期了才看会到。所以咱即马虽然无做到第3期，但是可以紧急授权使用，摆当去做，资料嘛使咱去比嘛是咱看到有效无效。OK。哦，迄就是第4期嘛来看。所以个当时伊嘛要做第3期，啊，即摆咱第4期搁看，啊，其实第2期我头讲，嘛是当刷过去啊，无问题啊，无问题啦吼，来。上重要的就是讲安尼啦，虽然真侪人咧讲即个咱国产疫苗的歹话，但是你去问哦，你做一个调查，嘛是真侪人足期待的啦。有影。对，这吼我是感觉大家认知敢若无啥共款，就是敢若你感觉这较重要，你感觉这较重要。啊，有的人讲第3期真重要，啊，有的人讲啊，我感觉这样就真好，我感觉安全较好，啊，这若做到这，我嘛真有信心吼。啊，大家讲，你若讲的，我就信心，吼，足侪人就是安尼，我无办法。是，但是咱讲的，照科学的数字来去认定，都无唔对吼。今仔科学数字就是遐尔啊清楚。咱搁一摆来讨论，迄当阵是安那国产疫苗会防执个安尼。中研院士陈培德先生，其实伊伫即个学术界真正受人尊崇吼。但是伫咧还未解封之前，有一寡即个议论也是讲疑问，针对国产疫苗来，即对国产疫苗即个咱讲杀害上的即个力头真正介大。但是即个结果会代表未来啦咱咧做研究的时阵，爱搁注重啥物？继续请教林律师。我感觉这件代志，伊进前迄安尼咧讲，伊进前安尼咧讲，较麻烦一件代志，就是讲，咱台湾伫疫苗这件代志吼，小可唔是干那科学啦。你这件代志嘛是有一寡政治的问题啦。包括讲进前，咱讲像即马大家抢咧要做 AZ 对无？但是进前 AZ 咧做的是嘛，真侪人讲险价，啊甚至咱来看讲，一寡较政治理念无共款的，就会有一阵较爱做，一阵较不爱做。这有一寡政治上的问题。啊，即摆迄时咧拄开始，大家都咧讲，啊你。过来就要解盲啊！啊，解盲出来了，你会搁经过咱讲的咱的这个专家的会议去审查嘛。这物件你到时阵数字出来，大家就来看。啊，数字来，大家拢会当讨论。你要感觉讲啊，安尼30几趴会疼无好，还是讲啊，这个抗体会当99.85%有抗体有扭出来无够好，你。针对事实、针对数字来讲嘛，但是真可惜就是讲，迄段时间，伊意思安尼讲就是真正对真有的人的信心会较打击。我但是感觉讲，其实你讲对大家信心拢打击嘛，其实是讲有一部分的人，伊本来就要摕一寡武器来甲你攻击。讲啊，这个无好啦，咱台湾做袂出来啦。这阵的人，伊本来就要甲你唱衰的人，伊就摕伊的话来讲啦。因为我安尼讲，伊讲无好对无？但是段时间咱讲咱进前的陈建仁副总统，伊有讲，伊感觉伊真期待无？有。安尼讲倒来，我真趣味，真期待，真希望伊会当成功的人，咱讲话拢讲啊真保守。我包括在座，咱迄时咱伊今仔这个 data 出来进前，咱拢无人一个人讲啊，伊一定会成功的，伊一定就好的。你想要甲支持的，还是讲不管你有支持也无支持，理论上咱拢讲，等伊 data 出来了，数字出来了，啊，咱再来分析，再来看。一部分你上少应该安尼嘛，啊，你讲真期待伊会当出来的人，咱拢无人讲伊一定会成功。但是你这个时阵，你 data 无出来是甲伊讲，伊绝对袂成功。你敢无感觉这个物件内底，其实政治上的这个思想，还是讲政治上的立场是较明显坐过对咱科学的想法啦？是有影，科学的真正。咱讲科学人讲科学话啦莫用这个政治的语言操弄这台湾这个民众。另外，咱都要讲到其实咱讲最近咱有咧讨论啥，也是韩国咧讨论啥，伊要甲咱签啥？签这个旅游的这个气泡啦有人讲啊，你做这支是国产的，你国际无受到认同，啊，你下摆要去其他国家，可能都会受到阻挡。安怎讲咧？有人讲这个欧洲的这个部分，欧盟的部分咱讲伊7月初一开始，伊就是认定讲有一寡这个咱讲的这个国际大机社啦Pfizer 也好啦 ，AZ 也好，等等这个社。但是咱讲你若是做国产的有人就犹豫讲你敢会当去欧洲？但是咱会当去一寡国家啦美国，伊即阵就是会当去啦无毋对的确是有一寡国家是爱咱讲国际大厂，但是这支方式。若是真正有效，国际敢袂用同款的标准来去看咱这支预防针，伫国际上好受到肯定。佮请教何教授。咱讲一遍咱的防疫就是敢若咧拍枪，
啊，咱的标靶咧叮当。OK。啊，咱就要一直调整。其实全世界嘛会一直调整。伊即马是讲，伊说讲什么认证？认证就是一个一个来嘛。啊，咱的疫苗了，还未去互伊认证啊。咱若第三期做完，咱资料收好了嘛，是会当认证。啊，搁再讲吼，伊即个澳洲这嘛是7月1号才开始。是啊。7月初1才开始的，所以即马还搁毋知是要安怎，迄是。预定讲可能吼，咱会当安尼，咱即摆用即款来标准来，吼，毋是欧洲的人会当入来佚佗。啊，咱7月1号咱嘛还要开始要佚佗咧。是啊。所以所有的物件吼，拢会叮当，咱莫甲头壳吼定做一项物件，讲啊，这安尼要安怎，我出袂去哩。OK。咱免用安尼咧烦恼啦。是。咱即马甲拍好势。啊，咱的防疫若做了足好的。是。同款啊，你即马。今仔日无啥物代志，咱还佫有足侪病人咧确诊咧出来时，韩国咧讨论讲，咱要互台湾人来佚佗，所以这信心吼是拢相对。是啊，外国人对咱的信心也较侪对，信心是拢相对。咱家己想讲啊，咱足艰苦的，即侪病人。是。但是你甲算哦，咱感染的迄个比例吼是1000个人无一个人哦。OK。毋是。更少更较少啦吼，更较少，所以是差不多是700外人一个，但是你若甲其他的县市都这对，你甲全国算落来是，所以迄是足少的。你要做第三期，你袂当做。有影，因为咱过去讨论过啦吼，拢咧做第三期的，代表迄个所在一区啦吼，非常大一区。啊，咱是这波自5月吼10几号开始，这个疫情本土疫情才清起来。啊，其实。有的人就是开始制作惊吓啦吼，讨论到咱讲国际疫苗是安怎袂遐多入来，另外国产疫苗是安怎卡关等等的，才今咱讲到吼，总算会当较放心、较消透淡薄啦吼。但是咱佫讲到啦吼，嘛是有人建议讲哦，这个虽然头拄讲较济吼，但是有人建议讲，该当做正比的预防下就好。伊讲你国际来吼，有你就先做吼，但是即阵咱要欠的这个部分，若是先该做正比的。这个部分，这个概念吼，咱个先请教黄医师啦吼，正比疫苗，敢有法度动嘞？我安尼使用是无问题啦，因为即摆咱像都讲紧急迄个授权使用嘛吼，都这个意思啊，就是有战备的意思嘛，毋是正式通过，毋是互伊有迄个执。但是感觉起来伊的正比的概念是讲吼，我 AZ 来，还是讲吼，这个 Moderna 来，先做这个部分吼，这个正比的吼，都互伊放伫遐，吼，等较稳定的才互我做。但是即摆我头有伫讲，其实伊也通过了使用就共款来使用啊，毋是讲会当紧啊。因为即摆 AZ、Moderna 来嘛是拢共款是成为紧急授权使用，共款是紧急授权使用，所以伊也台湾也通过嘛是共款是紧急授权使用，所以等于是会当讲共款的问题，已经如果啦吼。如果是有数通过了，安尼来讲，伊是爱当做安尼来使用。啊，即摆就是问题是。第三期咱伊即摆嘛是宣布要做啦，啊要做，阮头仔有讲真侪条件吼，包括内底疫情台湾疫情即摆啥款，啊搁有金钱嘛是一个问题。OK。然后再来搁有一点嘛是爱想一下，大家爱小可想一下，因为即摆已经有好预防针，啊你搁叫伊一部分的人。卖啊去煮着盐水 ，OK。啊一半人去，啊这半这可能要等半年袂当煮哦。是。你有迄个风险去会着哦。这都嘛有道德上的这个部分啦。对，所以即摆你台湾做这个问题，我是感觉这嘛是爱考虑。OK。但是为着要为着这个摕到迄个药证啊啥，嘛是爱做。OK。但是要做时阵，这个我感觉参加的人。有可能受到影响啦。OK，简单讲是安尼啦。咱可能即马卖想遐济，咱家伊的资料吼，迄个专家去看清楚，因为即马正式的资料还未出来，咱即马是干那一个记者招待会，看清楚啊，咱再来看讲迄是偌好偌歹。OK，啊，即马要安怎？因为通过了，可能嘛爱过一个叫做 ACIP， 就是迄个。疫苗接种小组来决定讲，咱即马，因为即马是咱的疫苗无够吼，所以紧用。但是你若有真济有当选的时阵，可能 ACIP 就会讲话啊，讲即款用遮的人拍较好，即款遮的人拍较好，啊再来看啊。尤其即阵嘛讲吼，即支预防针吼，即个高端的
伊可能已经开始要煮，然后咱讲12岁至18岁这个区间的这个部分，这嘛是全世界咱看到讲，咱也是排较头前的这个虽然咱讲用的是较这个过去的这个技术但是伊嘛是无咧落错，无咧凊彩啦所以双边咧进行嘛有人咧质疑讲，哇，迄当阵这还未通过的时阵，都开始量产啊。28万吨，还是讲高端迄当时是无公布，咱头头讲28万吨，这是咱讲的，这个是这个炼瓦的这个部分量产有伊的必要无？因为即阵要开始啊，咱嘛讲7月底可能就开始做，继续请教林秘书。我先安尼解说啦，就是讲伊厂商伊要量产，若到时阵伊的改网无过，伊就要等戏上的。是啊，了是伊得了啦，你也着替伊烦恼。有人讲，因为这个咱国家有投钱予伊啊。真侪人就是讲，你国家有先甲定，国家有投钱予伊，所以伊即马量产啊，伊一定爱过，这完全颠倒讲。安尼讲，你国家要共定，要共定物件，我真侪人你安尼讲啦，你中昼买便当，毋是讲人拢炒饭炒好，你才甲买的啦。是。有当真侪时阵啊，大量的是，你是先甲定讲我下昼要300粒，伊才炒予你的，但是。伊你爱摕甲手，你300粒的钱才予伊嘛。共款你疫苗做了，你要先即马要先做几百万剂，迄拢是你的代志。但是我先甲你定无毋对，因为我若无先甲你定，你若做出来，咱讲较是台湾人是较爱国啦。伊遮厂商伊做了也先讲，咱台湾政府要甲买，伊会予咱啦。但是你讲有个国家咧私人的厂商来讲，奇怪人开3倍的钱要甲我买，我袂讲我是安怎买你？我不爱交货，我不爱交货予你啊。所以第一项你共订货爱订嘛，第二项咱台湾其实讲较定，我讲因为我伫病院咧食头路，大家拢咧讲咱过去健保就是粗俗咧食啦。你足俗的药啊，足俗的这治疗的物件，舞到啥？舞到尾啊，国家拢是安尼，你无厂商要投资啦。其实咱有最好的技术，但是你讲投资要创啥？投资落去一粒药啊，你健保数互我2块，我去投资讲我要做最好的药嘛无效，我不如去等别人的国家研究了，我再用人的技术就好。所以你直直袂成功。你国家即摆讲安尼，最近大家就讲你国家是要投资，旧年咱讲年初的时阵，国民党的迄个委员佫讲你互投资伤少呢。全世界伫即个疫情的时阵，就是全世界政府有法度，你咧乱共投资。紧落钱啊！你紧落钱，紧投资，你无投资，你拢免发展，趁一摆。但是你讲，甲伊定了，是甲伊签约了，你到尾做袂出来，还是讲你的即个技术出来讲看到袂做你袂使用。我就无要甲你买啊！是啊，这嘛是有拼好的我甲你订300个便当，我先甲你讲，你做了我看讲，我这便当都袂使。我嘛甲你讲，我嘛是甲你退货我嘛甲你退货啊！所以这个物件真侪人讲，啥国家要先投资，还是国家要先签约，还是讲啥厂商先做？真侪人讲，伊先做就是因为伊知影会过啦，伊本来就要先做，因为即马全世界拢在拼疫苗，大家拢有需要。是。你若做了有过，我当然先甲你退货。有影啦，先甲你退啦吼，来继续请教秘书。刚刚这个议题爱讲一下吼，咱大概认为甲先买500万剂次，敢若真济。其实大家拢唔知影。去年川普对辉瑞在7月，都投资伊，互伊19亿的美金哦。美金哦。买1亿剂。然后8月，互迄个莫德纳15亿的美金，嘛是1亿剂。拢是拢投资落去，迄当嘛是咧搁咧做试验尔，已经拢先钱甲投资落去，嘛甲定落去啊。所以台湾咱算500万剂，甲比起来实在是真少啊。投资的钱，你无看，其实去年底才互伊1亿台票尔咧，人是互伊19亿的美金咧，15亿的美金咧。有影，迄当阵其实在野党嘛是讲真济咱讲的这个资金。爱投入去国产疫苗，爱开发啦，但是咱反过一冬了后，咱变方向啦我补充一下啦，咱讲咱对新的药啊、新的治疗、新的技术的投资咱台湾其实拢真减一个方向，咱拢讲你做到差不多，我再甲你投资。其实这个对咱的产业是足损的。当然，咱讲国家的钱袂当乌白开来讲，你逐项你要等到人做到一个程度，再要甲你投资，物件真正洗袂出来。新的药啊，你国家你真正爱有较讲咱爱有远见啦这个远见的物件，你要想讲你讲看咱国来时阵，即马是因为疫情，所以你疫苗真重要。你国来真侪新的药啊，咱讲癌症的药啊，真侪国家拢会先投资，讲我真的要甲你研发这个物件，因为未来最重要的。所以你若无先讲，我想办法要真
远的眼光要甲你投资，你袂当讲靠大家讲啊，你都做成我甲你买，这个真正绝对袂使啦。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国际咱咧买疫苗的时阵，迄当阵咱看迄当阵嘛还袂通过第二期，咱就开始咧采买预防针啦吼。咱讲这个陈市长嘛讲到，咱咧做疫苗这个政策有3个部分，国产疫苗咱爱做，另外迄当阵嘛有讲到吼，这个国际疫苗咱爱去买，啊另外嘛有人问到总是不是会当做这个 AZ 的代工啦吼？但迄当阵咱考量到的就是讲，迄当阵的量吼可能真介吼伤过头济啦，3亿吨吼，可能迄当阵咱的能量无法度来产生，但是即阵咱看到讲吼量能吼嘛是因为这个疫情吼，咱开始过来筹备啦吼，即阵会当看到讲。成功了后，咱会当一步一步吼，骹步大再落去行吼。但是咱嘛讲到，即阵吼，伫咧7月量产进前吼，咱的疫苗也是欠的，啊欠的这个部分都要讲到公平性吼。咱一直讲到台北市要有4万的这个医护人员要被注射，啊，现在这个吼好心肝，啊，即阵讲的这个吼好甘心啊，足甘心的迄个甘心，搁另外一个诊所嘛来成就，等等安尼加起来有这6间啦吼，真正吼，咱讲公平性伫倒，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卫生局的这个局长啦吼，黄树杰嘛已经来请示啊吼，先做来看。台北市好心肝诊所防爆料，违规退上千个资格无符合的志工注疫苗，防质疑有人使用特权超压领疫苗。台北市政府嘛已经以传染病防治法开发相当的罚款200万。相关的公务人员马上政风处调查，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嘛已经口头请示。那这次在这样疫苗严重缺乏的时候，那我们的同仁在分配上，造成这样的一个有混乱，造成社会的很多的意见，我想这个我个人来讲是应该负责最大的一个责任，督导不周。所以我已经跟市长提出请辞。为着厘清是毋是有不法，台北地检署分案调查，检察官成立专案小组，分头到卫生局，也佫有好心肝诊所调取相关的资料。约谈的人数将近20人，其中包括诊所的负责人柯金川、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承办人员，会由检察官用视讯的方式来询问。好心肝诊所发表声明表示，这个疫苗8月就会到期，所以因根据注疫苗顺序，替医事人员也有志工来注疫苗。嘛认为台北市的医事人员甲志工大部分拢已经注了，声明当中并无认为因有做唔对。台北市长郭文德嘛认为卫福部的公文嘛有问题。若合约验 COVID-19 疫苗库存量过多，评估无法于效期内用毕，为使疫苗有效运用，可在辖区卫生局人员协助下，将疫苗配送给其他合约医院、非合约医院院所或卫生所，需用者尽速使用。好，所以重点在这次的事件里面，就施打的对象，是不是第一类到第3类的人员？台北市一直表示疫苗无够，但是又搁变做诊所家己来做，受到各界的批评。市长郭文德认为市府管控有问题，未来所有疫苗的流向拢会对外公告。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来讲，这个台北市逼出这个注意防射的这个乱象，咱讲真正吼，对着全国的这个疫苗欠缺的这个部分。可能真正会升长，尤其国际上，咱嘛看到菲律宾，若是讲吼政治人物抢咧做，也是讲这个权贵抢咧做，咱今仔看来讲，陈市长伫咧立法院讲吼 ，COVAX 系统其实会当去甲查，会当甲你警告，可能会影响咱的这个疫苗吼，先请教这个林医师。这个部分就是安尼，全世界因为即马这个疫情的严重，因为你讲 COVAX 的病态，想要处理全世界的这疫苗来讲，因为有真侪国家佫散到无法度买啊。安尼这个情况内底，我甲你分配疫苗，咱有买差不多400万剂是要为 COVAX 来的吼。咱即马也有400万剂是为 COVAX 嘛。伊即马伊会看讲，你若我疫苗配互你，你遐拢黑白做。你遐拢是有钱才有通做，有钱才做会到疫苗，这个代志在全世界来讲是绝对袂使的代志，因为即马来讲是全世界真严重。但是你讲较实的，真侪较有钱的国家买会起嘛，所以伊要想办法去分配。但是若讲安尼的情况之下，你的国家佫是有钱的人才买会到。
啊，无一个公平的迄个部分，伊讲袂过啦。安尼是伊是有权利甲你取消。所以讲即摆安尼讲有一个诊所，伊会当摕到差不多千偌济。啊，千偌济主管拢毋是大部分拢毋是住伫伊家己内底即个医护人员。吼，啊，人真侪人毋得去打吹来的。即件代志是真严重，我感觉即件代志一定要查落去。高检署嘛，好，即个下令啊，吼，要求咱讲迄台北地检署。先来去查啦吼，搁来延续即个话题，然后公平性的即个部分，感谢着遮吼，即个咱讲何教授，你有啥物看法啦吼？会当互伊建议，尤其即阵疫苗还咧欠的即个状况。即马头一个就是讲，伊即马已经进入检调的即个，就拢卖点仔讲话啊。即马安尼足歹看呀，即个我们陈时中市长讲一款话，啊市长讲一款话，这样对人民的影响足歹，迄影响足歹。你即马就检调进入，大家拢袂使讲话，恁家己去调查，啊，你好好甲调查。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因为你知影即个有即个 COVAX 的出现吼，是因为去年4月23号的时阵，咧联合国联合国的时阵，伊有一个决议说，即马迄阵还没有一个疫苗，他说。未来会发展出来的疫苗就爱伊会用来即个防疫就爱考虑甲公平及时等等，就是讲爱有需要的人爱有啊，大家拢爱有安尼。所以伊即款的精神应该是对上开始国际分啊，国内嘛是共款上需要的。伊即马互你偌济，就是看你讲哦你医药人员偌济，医护人员偌济，有啥物是需要？这就是安尼来提。啊，即马若有人讲我是啥物馆长啦，我是啥物款，安尼是足歹。那个一定要查，我们一定要有传染病防治法来罚。有影，这是法啦吼。对，就是讲。给疫苗的人是唔对，啊！你家己去做，你嘛知影，你家己看，你有咧食无？对，你的优先顺序。应该用暗卡。你嘛爱负责。是。这是我的看法。OK， 暗卡的部分啊，其实迄当阵第一时间伫这个面册头顶，林医师都有真侪种这个证据伫遐啦吼。有人讲哇，我去做这个肺炎研究吼，其他的这个部分，啊人讲啊，你排队咧排啥，啊无啦我咧健康检查啦吼。真正伤过头喊过，这200万是发伫这个诊所，这个人敢免一个揪出来罚200万。这几个我看即马是安尼，我感觉第一点当然是市政府甲诊所这2条一定要查，因为咱讲市政府甲诊所第一项你是国家委托你的，啊你是摕到这个委托，啊你摕到国家委托，你唔知影讲法律是安怎规定，而且因为这个诊所伊爱个这资料拢爱个送到健保署内底，这资料拢爱送到国家内底，你明明知影唔是你国家在甲送起哩，这点是伊的诊所的真济爱处理的代志。啊，卫生局共款，我直直在问讲，恁是安怎互伊的？恁公文伫达，恁合约伫达拢无嘛？啊，当然这个人会当查，因为即马检调落去查的是，伊逐工伊去工去做的遐个人的资料拢有啦。啊，资料有内底，伊要用倒一条去遐法爱讨论啦。当然有一点来讲是安尼，咱国家的未来的想法是全台湾所有符合资格的人拢爱做疫苗，这是上重要。啊，但是伊的顺序还未到，时间还未到，伊先去人做。这点内底，你讲要去甲伊发，我个人是感觉讲，要发内底，伊就早暗会做，啊，伊是讲先偷做，啊，所以发起来，咱讲我感觉个人感觉做责任上严重的就是卫生局，过来诊所。这2个你一定要甲伊查，而且爱发叫做重的。啊，这个人当然我感觉爱查出来，查出来了后，即摆真麻烦一点是啥？你知无？伊做第1剂，8礼拜后伊也有第2剂。哇，嘛是要第2剂伊嘛共抢着呢。哇，啊你这点是要怎处理 ？OK， 没有，袂使啊。没有。啊那安尼你这1,000剂你拢弄回去啊？因为你做了你的迄个疫苗的效果袂起来。OK， 咱搁请教黄医师啦吼，就是即阵若是真正照林医师的讲法，第一档做落去，当然这个何教授讲都卖好做，啊你的看法咧？也是有效果啦，嘛是有效啦，对啦，嘛是有效啦，啊时间偌久啦，伊当维持偌久啦，伊无做第2针的维持时间有可能较短啦，啊所以公平性安尼是影响公平性是袂使啦，系啊，公平性是问题，是，但是不止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其他的问题啦，进前自费做过1针的，是，即马自费无啊，改做公费，啊即马这个人要安怎？第2针。爱要做还是免要做？对吧？因为个公平的问题啊，同款的公平的问题啊，所以其实不止这个问题，嘛有其他公平的问题，拢搁走出来啊，目前拢爱搁解决的问题。但是咱就科学的观点来看，是有效啦吼。
英国开始的时阵，知影伊的疫苗无啥有够，啊，即马这每一项啊，伊感觉讲，我即马反正我无啥有够，伊逐个拢拍一针的时阵，迄阵敢若有一人一针的时阵吼，伊迄个效果就出现啦，伊就迄个。伊迄阵已经足严重的，啊，但是差不多一个月了，拍差不多1月的底，伊就开始一直下降，一直下降，不是讲真紧，但是它就是一直下降，就是甲迄个甲疫苗拢一剂苗，拢先注一档，因为伊当初这个 AZ 生产无遐尔充足，吼，但是伊就先互这个。伊嘛有 Pfizer， 辉瑞因为先摕着啦，12月开始拍。啊，迄个AZ 1月才开始，1月开始才开始吧。啊，1月底的时阵，伊就开始对顶头，啊，就开始落来啊。所以你就知影讲，有够的人吼，当然一点仔爱考虑就是咱即马就一直想讲吼，全体的即个免疫吼是偌济啦。咱如果讲外口因拍30-40%，咱袂使安尼想，因为因的疫情足严重的。咱全体的免疫是啥？是打疫苗的人，再加上感染的人。OK， 啊，我们感染的人太少，所以咱一定咧考虑这个时阵吼，一定爱甲算去。虽然迄是会当参考讲拍1剂嘛是有效，但是因为加上吼差不多20%。真侪人已经感染掉啦。对，迄嘛是免疫族啊。是。所以咱可能爱看。所以咱爱比因搁较济。哦，所以咱真正即阵有咱高端疫苗，还是讲未来联亚疫苗吼，咱嘛望伊解放成功。但是伊若是真正无过，咱就是共款照科学的这个数字来去讲话啦吼。即阵咱讲伊甲咱数字互咱啊，即阵咱等待小数吼申请 EUA， 若是真正数字还佫有问题，伊甲扣出来，咱嘛是爱好好来尊重这所谓。等什么？等资料，做一个什么代志，拢嘛会使啊。是啦吼。是讲无就无去啊，毋是安尼啦。毋是安尼啦吼，非常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